喂，你来真格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别停！不要停，继续。这么好，继续打。就这样啊。来。你呀！阴僧，你敢打朕？朕现在就杀了你！呀！别打了，老师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别打了！救救我呀！阴僧，老师，我错了！杀了你！别打了！真是神经病，疯子！停！停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想听话，对不起，您别生气了。住手！听见了吗？啊！李环，你真的疯了啊？不知道这样用剑会砍死人？啊！导演，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也敢称为剑？你一个替身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皇帝用的剑，是铸剑师的心血积淀，坚韧锋利，黑檀木柄鞘。剑柄呢，是用棉蜡绳缠绕，有夔龙与赤虎相交辉映，无论内在还是外在，无处不显露皇者之气概。你是来干活的，还是来考证历史的？天哪，我怎么会碰到你这么一个主？还想不想干了？不想干，立马给我滚！如果他能做到的话，我一定会给他的。但是他没有做到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就是。爸，叶波，跟我来。那位老者是谁？你是说他吗？他是叶波的父亲。那个人可不是一般人，龙行虎步，不怒自威。给点力度！哎，他是皇帝吗？皇帝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什么皇帝？啊，也对。不过你说的也是，他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总，所以也算是皇帝。哦，那他真是皇帝。他是哪个朝代的？圣号是什么？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的，要不然别人说你是神经病呢。我看你啊，真是个奇葩。哼，你这个畜生，不肯回家，原来躲在女人裤裆下面吃软饭。爸，我觉得芬妮她挺好。芬妮好？哼，她好得很。爸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好吗？怎么不服气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能对自己负责，爸。吃喝玩乐，你是一把好手。你要能对自己负责，会搞出这种荒唐事情来吗？他大名叫叶佩，白手起家，做国际古玩生意，后来生意扩张，涉及房地产、药业等。叶氏集团在美国上市，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，所有人都对他特别敬仰，也特别畏惧。表面上看，家里面风平浪静、和和睦睦，其实这些继承人们斗的是你死我活。你说的也对，在他的王国，他跟皇帝也差不多。太正常了。叶波的父亲，你为什么不去见他？你了解他吗？他什么背景啊？不知道啊。他什么大学毕业的？父母亲干什么的？你都清楚吗？哎呀，爸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处得好就可以了。哼，每一个人交往都要了解清楚，以免被人家利用。知道了，爸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。你长点记性啊，
是爸，你慢点啊。再见，爸。